再来看金华城案，今仔日是第3度来提审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新，要来理清改变用职率的过程。民众党是表示讲，这用职的奖励是有法规的根据，强调金华城案毋是特别案例。也毋过因这款讲法，互拿力两党的议员颠倒是真批评，讲是刁工咧扰乱大家判断。法警介入，将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落警备车，以老实在在加入去侦讯，再去第3届去互检方提讯。我想，台北地检署会持续的了解调查，不然，因为我不清楚这个案情。侦办金华城案，检方一直有动作，密集借提在案被告甲约谈，透过比对口径来理清决策的过程，敢有涉及不法、甲金流的往来，也有对价的关系，这拢是调查的重点。而且检方哪查，议员嘛对这个案件提出质疑。如果柯文哲、彭正生、黄景茂去喝下黄珊珊递给他们的这一杯毒药的话，他们变成很麻烦，他们要补证明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们为什么认为金华城它有必要？第二个，他们要认这个细部计划原来是市府帮他们拟的了。民众党前一天的记者会，立委黄珊珊主张讲，金华城并不是特别的例，互因用这个奖励，拢是依法有据。不过，议员批评讲，敢若敢用部分的法条来硬拗，甚至伊的讲法毋但无帮助，颠倒是压茶提灰道。东方文华呢也有相关的主要计划跟这个自行的自进计划，跟金华城没有主要计划，然后又不符合呢它所相关的土管条例等等来说，完全就是张飞打岳飞。黄珊珊跟民众党就是在拿出其他的计划来继续的混淆视听哦。专案政治攻防嘛向外咧拖，民众党举进前的例，讲较早的中泰宾馆变做是东方文华，嘛有照都市计划法相关的规定来行。强调金华城相关的变更并不是唯一的个案，所以搁一届引起民代质疑，用这2案来类比，是超工要影响大众的看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